30全明星一哩賽一級賽澳洲賽場地1600米轉賽馬平息與勝率排名。以下按綜合實力、近期表現、場地適應性及專欄評價排序。1. 承先啟後 Another Wheel 評分117騎師苗傑美訓練馬漢雅優勢上將在柯爾錦標1400米一級賽擊敗樂觀派狀態巔峰。秋內檔4號利於前段搶位戰術靈活增程至1600米無明顯短板末段衝刺能力強風險首次挑戰一哩一級賽需證明場力穩定性勝率35%位置率72%樂觀派 Mr. Brightside 評分120騎師韋紀力訓練希斯兄弟優勢澳洲頂級賽區1600米戰績12勝同情經驗豐富上將復出後於未來錦標1400米輕鬆取勝狀態回升評分最高負重能力強風險上將被承先啟後擊敗心理壓力較大勝率30%位置率65.3%個個小貓 Tom Kitten 評分114騎師苗康文訓練金敏斯優勢未來錦標中因取位不順屈居亞軍實力被低估潛力尚未完全釋放若戰術得當可爆冷風險費明頓場地適應性存疑需克服外檔2號勝率15%位置率50%綜合策略建議首選1號珍惜當下 Treasure the Moment 評分123磅國際評分110近期表現上季連勝2級賽顏士高錦標1400米及1級賽橡樹大賽2500米復出後輕鬆取勝1600米途程適應性強策略慣常居前競跑早段搶佔有利位置末段衝刺強勁優勢墨爾本頂級3歲馬狀態巔峰騎師連達文 Damian Lane 與練馬師 Matt Laurie 組合強勢定位首選冠軍勝率與位置率極高.2號新預言 Another Prophet 評分123磅國際評分108近期表現爭贏1級賽千堅尼1600米優後復出表現一般但越級挑戰能力存疑策略需調整狀態若恢復水準可爭前3優勢血統優良場力充足騎師 Ethan Brown 經驗豐富定位亞軍或季軍位置穩但勝率稍遜.3 8號凌雪神彩 Two Dan Lisi 評分123磅國際評分105近期表現顏士高錦標1400米2級賽第5名穩定性高鬥心強策略中前段跟跑末段發力衝刺優勢訓練團隊 Guy Waterhouse and Adrian Bott 擅長調整狀態定位冷門黑馬位置 QB 選.4 3號程度濃時 Captured by Love 評分123磅國際評分107近期表現新西蘭馬來澳首戰獲亞軍末段衝刺凌厲增程1600米更合發揮策略後上型依賴步速配合優勢紐西蘭頂級賽區騎師 Jamie Mellum 善後上戰術定位配腳之選位置機會大投注策略推薦1 Benedetta 1號核心優勢唯一現役 G1 冠軍馬古活錦標在費明頓1200米賽道3次出戰全部入 Q1 冠1亞1季關鍵數據近5戰全部前4名騎師 Ben Mellum 本賽季直道賽上名率78%風險提示126磅全場最重負磅需克服2月15日閃電錦標後21天連戰5 Joe Star 5號隱藏價值華禮納馬房近期勝率28%上將受干擾數據需修正實際表現應提升2到3個馬位場地特性費明頓直道賽出閘反應 0.78 秒全場第3塊適合居中後上戰術賠率價值
當前5倍賠率較其真實實力存在30%低估空間。6 Rey Magnifico 6號穩定性，連續9戰入前5名，騎師 Jye McNeil 本賽季讓賽勝率19%。戰術分析：9檔位處於黃金攻擊區域，費明頓直道賽7到12檔勝率合計41%。賠率參考：近3次 G1 賽事平均最終賠率6.5倍，當前9.5倍存在價值投注策略建議。